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中国快艇金门并存案早起伫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调查委员高金素梅以金门弄准案号名，民进党委员无法度接受。桃园国际机场的南跑道初3开始年度的维修，有真侪航班受到影响，部长国在宣布讲，暗时12点之前会提早完成。台北市一间高中一个特教生对老师起卡动手，部长潘文忠讲会提供愈侪资源给老师甲特教生。先开始来看中国快艇伫金门并存案，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邀请海委会、陆委会官员来进行专案报告。一开始，那啲委员就为着听书甲原本这个报告号名叫《金门弄准案》来产生争议。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强调讲，这是一个无尊名、无证书、无登记的非法渔船，掠鱼掠过界，咱海巡署执法的案件。关碧玲嘛不满讲只有3分钟报告的时间。无党籍调查委员高金素梅嘛不满讲，海委会提出的报告只有6页而已。他不是回座，大家不闹事，我们要开会。为这船进行的定数发现顺序，拢发动假动的拿着伫会议伫内政委员会主席台进行客座会，正大声看来看去20分钟。要来专案报告中国船并存案件，海委会、陆委会官员全部拢伫边仔，真无简单达成强势抽口啊！佮因为微博告济引起另外一波的冲突。这边还有位置，晚来就叫官员起来，占东西啊！官员嘛爱尊重啦，官员起来。定数发现时阵，国民党立委要求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应该为修改报告标题来回释的。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行政机关报告改名并不是第一例，一直到9点30分才正式开会，也压缩掉相关部会报告的时间。这个名称已经定了，管主委您给我的私讯里面说失礼了，对我失礼。其实呢，我看到了，我收到了，但是呢，因为我要维持这个召为在国会的尊严。今夏水域的安全与秩序，您的时间已经到了。今天的专案报告，其实呢，我们只看到6页，实在是让召委还有在场的委员们有一点叹息。国民党立委抢头6个，这船除了继续询问为什么擅改报告的名，也质疑海巡为什么提不出事故迄时阵的执法影像。当天我们密录器是够用的哈，但是当天这艘船它本身的配备就是一个 V8。我想要请教海巡兄弟们，到底现在有没有1人1台的密录器供他们执行做使用？目前不是这样配备，好，目前不是这样配备。那不是这样配备的话，其实我认为这就有行政上。关碧玲搁一摆表示，海巡无可能稳重，也指出会针对设备无够的所在进行检讨，未来调向每一位海巡人员拢付密录器来改进。海巡署甲中方代表已经进行15摆协商，对于进错甲赔偿问题依然无结论。不过金门立委陈菊珍透露，附属的部分已经有初步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国际机场的南跑道，初3开始年度的维修，只剩8边的跑道通使用，嘛造成真侪航班受到影响。桃园机场公司是表示讲塔台会加强应变来减少飞行机伫空中等待的时间。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宣布讲，暗时12点进前维修得提早完成。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桃园国际机场南边跑道，初3早起10点封起来做年度的整修，按算封起来54点钟，敢若剩北边跑道提供起落。地属飞行机都要转去高雄甲上山机场降落，甚至起飞晚分，引起旅客不满。不过嘛有旅客感觉无要紧。应该是2个小时半以上，风向有改变，然后机场没跑道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上面又盘了快4分钟吧。说会不会担心说你们的飞机也 delay 这样？因为我们有补偿，没关系啊。初时之间拢总有超过640个机抓，
不过早起 Flight Radar 24，就是飞行状况的画面显示，约有几只无正常的航班。针对南边跑道征收影响飞轮机抓，机场公司表示，初三航班的量是698班，量有较济，因为敢若一个跑道咧运作，地主影响起飞的航班开始出现无共程度慢分的情形，其中有12班换去其他的机场降落，了后才阁倒转来。离场航班准点的比率是53%，超过一半以上。在30分钟以内的是占14%，那30到60分钟的大概有11%，那1到2小时的有12%，那2小时以上有10%。机场公司表示，已经有积极来应用，嘛有讨论甲开应变会议来精进相关的作为。塔达的部分，嘛会增加流量管制，甲飞轮机抓人的时间，减少伫空中拍考试等待的时间。咱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宣布，征收的时间会缩短时程，提早16点钟，按算会提早到暗时12点完成，以期双跑道起飞甲降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的维权委员会，今仔邀请卫福部新兴行政院的食安办公室，针对苏丹红的事件来进行专案报告。朝野立委拢批评讲，食安误权根本无效，卫生福利部的动作嘛上慢咯。因为伫去年5月，卫生福利部的边境就验到讲，中国的番茄粉有致癌的苏丹红，却无搭配拢抽验。立委嘛质疑讲，边境的查验卡手无够，敢有法度为人民来把关呢？苏丹红毒辣椒粉风波继续扩大，到连海底捞、惠王调味料也达标，引起消费者的惊吓。对此，朝野立委拢批评，卫福部动作上慢。婚姻官2月初7就接到民众检举，制成公司伫制停技术违法添加致癌的苏丹色素。卫生单位刷拖2礼拜才开始稽查，而且相关违规产品，今嘛市面上也买到。2月7号接获通知，20号开始动作，你觉得这个速度够不够迅速？其实到处都还买得到。这些这违规的批号一定要先下架。另外，也有立委批评，这摆食安风暴遮尔大，就是边境无守好。卫福部去年5月就发现有一批进口辣椒粉验出苏丹红，因为一直到今年3月，才采取只要验出苏丹红，遂停止输入查验。也毋过老高的已经拢总入来啊，而且边境检验欠能力，安怎来监督？每一个人都要求查验的比例增加，然后他加班加到爆肝。结果也达不到啊，因为人就是不足啊，部长。好，这部分的话，第一个正式人力我们会再来跟院这边来争取。试水员强调，已经针对中国输台辣椒粉无合格21间出口商甲制作商暂停受理进口3个月，未来也会将违法工业原料添加甲食品的行为列为高风险产品。像苏丹红，只要伫边境一检出，就会100%搭配抽验。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国内因为欠卵办理鸡卵的专案进口，落尾是有5580万粒卵哦过期。农业部要甲这过期的卵做堆肥，去年底来招标，到第3届哦才标出去。农业部是表示讲，即马要个等各县市政府核准废弃物内底先增加鸡卵这项，才会当开始执行。所以按算哦，今年5月底之前，应该得当甲这个卵处理做堆肥。农业部因应欠卵，去年执行鸡卵专案进口，煞引起食安争议，市场买气无好，最后有5580万粒过期。农业部去年底公开招标，一直到第3摆招标才决标，因为存放这的鸡卵也需要成本，引起立委的批评。农业部表示，要等各县市政府批准废弃物新增废弃卵品，才能做囤肥。按算今年4月5日之间，陆续会处理完成。那会不会拖太久了？这里面有牵扯到很多层面的问题。第一个，你坑要够，那你现在放在那边，又用了人民多少的纳税钱？时间点会不确定性会卡在各县市同意它是成为废弃物再利用的品项，这个时间点会掌握在各县市手上，所以等到各县市同意以后，我们就会尽快。现在已经有4个县市可以了。
不止处理过期进口两问题，农业部也压出欠农保、动植保基金15亿，和劳保局寄催交单。农保阁欠460万家庭的利息。面对立委追问，农业部强调已经准备272亿，应供现去年欠的钱，甲今年相关的费用。你们那个农业部是不是螺丝松了？欠农保基金跟农植保基金金额超过15亿，是不是？农保条例有一个规定，如果你农保亏损的话，中央政府机关一定要提拨，做负责会提拨。所以我想跟委员说明，就是我想也请农民不用担心说农保会破产这样的部分。像以今年我们拨了272亿。另外，对业界风声，清明节进前两家可能会崩盘。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表示，尊重自由市场机制，春节过后土产品买气会大大慢落来。开学过后，因为需求量会增加，目前大港生产的鸡卵差不多是2410万粒，应供应国人大港的需要，有希望维持两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一间高中有一个特教生情绪失控，竟然对老师起骹动手。教育部长潘文忠伫立法院表示讲，未来提供愈侪资源，予老师带特教生，嘛强调讲113学年度开始会增加特教助理员，一档400个，4档计共有1600个名额。学生甲老师去冤家转医转倒。台北市某一间高中，顶一日有一个特教生，上课的时阵情绪失去控制，过程当中，佫甲老师起骹动手，其他的师生主动加打动。当下是有跟家长取得了同意，就是先让学生在家里稳定情绪，连续教学1周。当天我们也已经入班做一个班级的团体辅导，我们也有跟教育局申请了情绪障碍的行为学生的辅导资源来入校来协助。学校表示，先予这个学生伫厝内远端上课，测试中昼召开辅导会议，邀请情绪障碍方面的专家来学校协助。因若这个事件伫网络顶流传，引发各界讨论。教育部长潘文忠去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嘛去调查立委问讲，普通生甲特教生做伙上课，要安怎做才会较妥当？他都不知道说现场班级里面哪一个是特教生，哪一个不是的话，那是不是未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层出不穷？不太可能是。不了解了。什么时候我们找各县市政府教育局，大家共同来开会？1个月内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好，1个月内教育部召集各县市政府教育局，我们聚焦在这个特教孩子普特融合的现场，特教老师其实光是照顾特教学生已经疲于奔命。教育部这边有没有任何想法来协助普特融合的教育现场？增至专任特教助理员，每年400位。4年有1600位，相较112年足足增加4亿多那未来还会再持续增加像在113年的预算已经达到10亿左右了正式特教助理员的计划为期4年，按算113年经费有甲10亿。潘文忠嘛强调讲，除了助理员的计划以外，嘛会甲各县市政府合作，增加更较侪专业的演习，互老师拢会当有相关的技能，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基隆的八堵分驻所，一台货车撞入去，造成一个警察死亡。警政署长黄明昭今仔针对警察局的安全改善指出讲，未来会先互巡逻车停伫大门口后摆警察局大门口就要设计楼梯。警方最近嘛展开扫恶的行动。霹雳小组弄门攻坚，也请顶去巡署，厝内大细物品全方查扣带回。警方配合不法集团调工闹出消费纠纷，向店家讨赔，只要无配合，就出现恐吓，也带人大闹供店。落网的7名嫌犯全拢有帮派背景。到本辖多处的商家，先以消费纠纷为由，再借帮派的名义来恐吓商家并向被害商家强索1个月新台币1到3万元不等的保护费。为何国内治安？警方展开今年头一波扫恶肃清专案，短10天来查获嫌犯人数已经有399人，涉案帮派包括德联帮、天道明等等拢在内。查扣的各式枪支有77支，也毋过警方打击不法，那外出执行任务有风险。伫八堵分驻所发生冲浪的危险代志了后，即马外界也关注各警所的安全。台南几啊间的派出所
挖进道路，以警车停动应变。花莲的警安分局也以巡逻车做缓冲。不过，后面就发现门前只敢停3台的警用机车，引起安全性的质疑。甚至在出代志了后，警方内部群组甚至要求当前值班禁止对局回手机向积极检讨基层和化解批评。不是说一味的要督勤，然后要有一个惩处啊，这样是非常不宜要以沟通以那个劝导的方式来推动，在安全维护的部分以后要推动有一个这个升降柱或者是相关的扭折膝等等。为改善驻地安全，警政署长黄明昭回应，已经建议多项作为，像将巡逻车暂时停靠门前，将来听设设计需要规划有楼梯式的起诉，加精细扭折式护栏等等，让警员执勤安全相对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交通违规记点的制度，互民众是真怨叹。交通部早起办做谈会，也毋过伫顶礼拜5才发通知单，互民间团体是真不满哦。嘛批评讲，这谈会一般民众甲驾驶代表的比例毋对，有职业驾驶团体是认为讲有讨论就是好代志。交通部建议微做未记点。搁一届引发外界讨论，行政路权团体也搁有职业驾驶团体伫交通部邀请之下参与座谈会。不过，这场会议是真临时，加上参与的4个路权团体甲8个驾驶团体占的比例无平均，互路权团体质疑讲，交通部是赶伫咧行政院议会进前要过水一个尔。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突袭的行动，因为在礼拜5的下班时间才发出开会通知，礼拜1早上一早就要来这边开会。那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会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想要把我们这些团体当他的橡皮图章吗？过水，糊弄一下就好了。职业驾驶的代表表示，交通部临时通知开会已经毋是头一届，不过有开总是比无开较好。欢喜看到大家会当做伙坐落来理性科学讨论，袂当甲罪拢撒互职业驾驶来担。到底是道路交通设计的不良所造成的违规，或者是今天我载的乘客要求我这么做的违规？我们应该先把它理清楚之后，再来去做全面性的检讨。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讲，道路安全也是上界重要的目标，不过需要伫咧民意之间找到平衡点。离上去行政院议会，也搁有去立法院审议，要需要一段时间。即嘛是先做初步的沟通。今天先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沟通，当然如果是双方有一些共识的话，我想说可以在我们在修法过程中也可以做一些参考来调整哈。现在无受到邀请的团体嘛主动参与座谈会。台湾安全驾驶监督联盟表示，2022年甲2023年连续2年，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拢超过3000人。无排除招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去行政院讨公道，路权团体嘛无排除会去街路抗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一台救护车伫昨早起经过宜兰市中山路2段甲民权路1段冲红灯，去弄到一个骑多摆的民众。警方是表示讲，这个救护车的驾驶甲骑多摆民众拢无啉酒驶车哦，加载嘛拢无严重，车祸的原因爱个调查。救护车当咧执行救援的任务，经过宜兰市中山路2段甲民权路1段路口的时阵过红灯。甲一只奥多摆相下，地主这个奥多摆骑士滑倒，加在敢若轻伤免送病院。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对双方施以吐气酒测，双方均无酒精反应肇事原因尚待分析。事故发生了后，救护车顶悬的患者由其他的救护车送病院。警方到事故的现场展开调查，奥多摆骑士甲救护车的驾驶拢无食酒驶车，详细事故的原因还会调查。就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民众就会想说，那个就没有听到那个声音，或是没有很清楚，那有可能他当下说不定戴着耳机这样子，所以才没有注意到有救护车这样。有律师认为讲，在法律的实务上，救护车在执行紧急任务的工作，有必要的时阵免受号志、标志甲飘线的限制，而且有优先的路权。不过，这款赛车的方式较危险，所以并无绝对路权，袂当完全无遵守交通规则。法院的判决也是爱看个案的情形来认定事故的责任。驶救护车的人员也是爱提关注意的义务。闯红灯的情况之下，那法院认为说他还是要尽到这个注意的义务虽然他可以闯红灯，但是他没有
看清楚这闯红灯的话，也是有可能会有法律上的责任的。根据消防署公告的救护勤务安全指导原则，救护车在经过路口的时阵，应该注意有路权车辆的动向甲速度，而且嘛要甲车速放缓慢。无论是救护车或者是一般的车，在经过路口的时阵，拢应该甲速度放缓慢，才当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天气较烧热咯，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温度会到30度以上哦。也毋过拜三开始又会变冷，北部只有10度，中南部有13到15度。大家得爱注意天气的变化。今仔气象署嘛，甲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签合作备忘录，未来会利用活动做伙来推广环境影响的理念。拜一透南方各地气温上落，气象署表示拜二会愈热，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也毋过拜三开始就反冷，特别是北部会降到10度，含前一天净差20度。而且受大陆冷气团和华南喷河区影响，全台湾落雨的几率增加，要到半个月天气暖和，雨水才会慢慢减少。那我们预计最冷的时候在北台湾的部分大概是10度、11度。那中部的部分，就中台湾跟花莲大概是13、14度，南台湾大概是15、16度左右。要了解上新的天气变化，拢要爱靠气象署。气象署除了逐日提供上新的天气预报，配合时代改变，今嘛透过 App、社群平台，甲专业知识专做民众通轻松理解的科普资讯。为了要让大众重视气候变迁的议题，气象署拜一早起嘛，甲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会透过多元的活动来推广环境影响的理念。比如说，我们会有夏令营，还有一些针对于台湾阅读节、世界阅读日等等，都可以融入气象署的相关的气象知识的一个平台。最眼前的马馆长刚刚就有提到说，6月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以永续为议题的一个算是研讨会。公共资讯图书馆表示，今年6月对和气象署做伙举办影响论坛，期待透过合作为环境尽一份心力，建立民众对影响的观念和意识，让大众更加了解台湾在联合国影响发展目标当中的实践成果。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台股早起指数搁再创新高哦，台积电一开盘就起25块，上关是起到725块。今仔金融股嘛表现了袂歹，所以台股盘中指数起到400点哦，上关是到19333点。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嘛表示讲，台股对今年初到单哦起真济，指数日本领表现了真稳健。顶礼拜五美股持续压悬。其中，辉达、超微股价大起4%至5%，台积电美国准托凭证 ADR 股价初一嘛大起4.06%，股内台北股市早盘以18952点开出，伫台积电跳空开悬大起25块，冲起715块新关价带动之下，大盘指数是开悬走悬，加上金融股买盘点火。盘中指数大起要400点，上悬有到19333点，佫创下新纪录，嘛引起各界关注台股敢是进入牛市。早起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表示，即卖无适合做判断，主要是国际上政经情势多变化。整体台股的本益比有多少？21.17倍。OK 吗？我觉得还算稳健了。台股有基本面是。黄天木表示，台股从年初到今，起的幅度伫亚洲敢若比日本较少，显示台股表现稳定。过去一年，台股主要的基本面是 AI 相关发展类股。今年 AI 产业伫全球来讲，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热度，对台股有正面的帮助。因若美国因后降息对国内资本市场可能的影响，伊讲到一般国际上认为讲降息对资本市场相对有更较侪诱因。降息当然对资本市场相对来讲，大家就觉得有更多的诱因嘛，但是过去这1-2年，整个利率在比较高的情况下，台股也有它相对的表现。不过，黄天木嘛强调讲，资本市场要是基本面上重要。对利率降低或者是依持，就继续观察。投资人要是爱注意风险，谨慎选择。记者综合报道。
经济部按算这礼拜四要伫立法院来报告提电价的方案甲配套哦。3月中下旬会来开电价审议委员会，有风声讲4月电价可能会起1成，工业用电会起超过1成，用电大户亲像半导体产业可能会起超过1成5。4月新电价方案要按照制定，经济部会伫这礼拜四前往立法院报告，传出即摆电价调整方案配套，会部分产业甲民生用电机构全面调整电价。消息一出，引起产业界反弹声音。确保一般民生的用电不要过度的去涨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涨了以后，一定会带动整个物价的上涨。这对底层的民众是很不公平的。有关4月新电价，工业用电平均起伏超过1成，就甲压用电大户以半导体产业为例，起伏上大，可能超过15%。民生用电部分用电超过1000度，可能起1成；民生用电300度以下，可能起5%。估计有1357万家庭受影响，估计电价平均起伏伫10%上下。只是电价若起10%，恐惊也会互今年的通膨率超过2%的警戒线。对外界批评台电了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策恢复电力，专家有不同的看法。天然气期货价格暴涨，那因此近2年来，台电的亏损主要是来自于天然气价格的提升、购电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以核能来讨论的话，因为它的占比已经下降了，所以说影响其实不用到那么大。专家认为，长期看来，随着再生能源发展愈来愈顺遂，未来发电绩效会渐渐转好。台湾唔拿掉家己供应充足的稳定供电前进，也会当呼应净零碳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顶礼拜公布一段录音，德国军官在讨论要援助乌克兰长程飞弹。德国总理肖兹是表示讲，这款泄密的代志是真大条，会好好来调查。是这段录音还有讨论到讲，这款飞弹安怎来攻击克里米亚大桥。罗西亚外交部长嘛要求德国得爱提出解释。一段德国军方秘密讨论俄乌战争的对话协议，和各国国营媒体高层伫社群媒体发布。外国媒体讲，录音中的德国空军高层伫讨论向基辅运送金箍座长程飞弹甲可能的冲击。德国总理肖兹初日访问罗马时表示，这件潜在的泄密事件正严重，答应会详细调查。Der Vorfall ist deutlich mehr als nur das Abhören und Veröffentlichen eines Gesprächs im Bereich der Luftwaffe. Es ist Teil eines Informationskrieges, den Putin führt, daran gibt es gar keinen Zweifel. Es handelt sich um einen hybriden Angriff zur Desinformation, es geht um Spaltung. 乌克兰一直寻求德国提供射程500公里的金箍座飞弹，小组初日则明确表示拒绝援乌这个型的飞弹，避免造成北约甲俄国直接冲突。不过，这段录音内容也讲到安怎以金箍座飞弹攻击连接俄国本土的克里米亚大桥，也讨论使用英国甲法国提供予基辅的飞弹进行攻击。俄国外交部要求德国对录音所讲的代志提出解释。Из опубликования этой аудиозаписи о том, как тщательно они готовят атаку на Крымский мост, на другие объект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клады с боеприпасами. И главное, как при этом хотят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сех обмануть.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2年，造成数十万人死伤。不过，俄军犹原继续以飞弹甲无人机轰炸乌克兰各城市。俄罗斯无人机车3攻击南部港市奥德萨，弄击一栋民家大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Не тільки росіяни, а, мабуть, весь світ дивиться на нас, як ми погибаємо, як ми і не прикладають ніяких зусиль, щоб нам допомогти. А до росіян тільки одна злість, одна тільки злість.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恳求西方国家赶紧提供更较侪防空系统。伊表示，若乌克兰无面临武器交付延迟，原本会当避免伤亡发生。乌克兰需要加强空防，来救更较侪生命。公司新闻电话真朋友。来看海地武装帮派伫初3攻击首都太子港的一间家屋，这间家屋本地怪被4000个犯人，走甲剩无100个人。这场动乱嘛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
一个查某人面向涂骹，双手凹的脚趾边啊被爆掉的，另外一个已经死亡。经过民众看到拢无要无紧。伫太子港国家监狱外口的大路顶有真侪尸体，并且有真侪枪支孔，监狱被大门开开，无人伫咧守。帮派伫暗时突击监狱，10几位伫咧2021年7月暗杀前总统摩伊士被关伫咧监狱的高路边啊退役军人，叫黑帮撩命，也毋过无逃走。Muchos disparos, estábamos temerosos por nuestras vidas. Nosotros los colombianos no debemos nada, nos quedamos en nuestras celdas. 丢枪的犯人疼甲倒伫咧涂骹，也有真侪人受伤，拢无人通斗相共。林凡律师瑞米伫咧社群媒体讲，本来监狱内面差不多关4000位犯人，不过即马只敢剩无到100人。黑帮这边的行动是希望这么人伫咧国外，希望国际斗相共的肯亚总理亨利爱下台。亨利是希望联合国授权由当非国家领导的安全任务，会当赶紧执行。这项任务目前是和肯亚司法当局积极违宪而停来。当被问到回国了是毋是感觉安全，亨利并无讲。海地黑帮唱秋已经唔是新闻，不过最近无到半个月，因的暴力目标是愈来愈大，像中央军行、海地国际机场、美国大使馆，顶礼拜就有几多位警察伫咧集群时阵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今年要举办的芭蕾奥运冲泳的比赛会伫南太平洋中部一个渔村来举办。这个国际真出名冲泳的所在，离芭蕾15000多公里甲芭蕾时间嘛差10点钟，是有史以来离奥运主办城市上远的比赛地点。这离芭蕾15730公里，计10个市区的冲泳胜地，甲高度开发的夏威夷比起来，是用要无啥物开发。岛上无观光饭店，无奥运村。50年前，岛上只有第一条点仔路。虽然以冲泳出名，岛上却连一间冲泳用品店拢无。村仔路底有岛上唯一一间小吃店，不过只有中昼营业。芭蕾奥组会选择铁后湖泊安尼一个基础建设欠缺所在，举行对场地安全标准拢严格规范的奥运会比赛。自然和当地敬天爱地、尊敬自然的小社区，加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以前唔捌有的挑战。Every day since almost 1 year now, they are digging in the river. You know, I don't know why, and we have dirty water. We cannot go fishing anymore because we can't see anything. It's very dirty, very dark. 为短短4天的冲泳比赛提出的基础建设计划，包含起新的车路、大的房间，甚至伫山湖东顶环起一个阿鲁米制高塔，方便裁判甲电视摄影工作。消息一出来，引起环保团体甲冲泳社群强烈的反对。Aucun scientifique qui a travaillé autour de cette tour n'a été capable de nous dire effectivement nos travaux n'auront。各部强烈批评响应之下，澳洲会议决定顺应民情，取消建设方案。在比赛期间，出动一只游轮停在附近，予运动员休困。其他游客也好，工作人员也好，全部拢照在当地人的厝内住。另外，阿鲁米制裁判高台规模是减少真济。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来看南韩国内头一只自然有新出世的鸟形福宝，昨午伫爱宝乐园是最后一天甲民众见面。因为按照规定福宝爱伫4岁进前送回去中国，佮再来生产后一代，所以昨午有真侪人排队排超过6点钟，就为着要看福宝伫韩国的最后一面。福宝毋知今仔日是最后一天上班，伫真侪游客面头前大喙客滴啊！外口还佫较侪人咧等，要一摆甲伊讲珍重再见。告示牌已经显示等的时间差不多还佫280分，接放时间甚至还佫等400分钟。啊，毋过游客依然真热情。 아침에 새벽 5시 반부터 와서 기다렸고 이제 가면은 언제 볼지 모르니까 아쉬워서 왔어요. 到第三星集团所属的爱宝乐园的福宝，2020年7月20出世，是南韩国内第一只自然受孕的鸟形。根据中韩之间签订的相关保护协议，海外出世的鸟形爱伫4年内登中国，所以为3月7日开始，福宝会隔离1个月，确定伊健康、检疫管理，随期会进行以上人的适应训练。
이제는 이곳에서 푸바오를 볼 수가 없겠구나. 푸바오가 올랐던 나무들, 푸바오가 앉았던 벤치나 어떤 침상, 그리고 푸바오가 타고 다니던 어떤 플레이봉, 그리고 푸바오를 위해서 심어주었던 유채꽃, 이런 것들을 푸바오가 못 본다고 생각을 하니까. 福宝是中国良行外交的恩心。福宝的爸母陆宝甲爱宝2016年为四川送去南韩。福宝出事了后，就受到大家喜爱，将做超级动物名册。根据爱宝陆恒的统计，为2021年1月初4，福宝开始甲大家见面，甲即马起因550万人次。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再来看日本职棒top8巨人来台湾比赛哦，拜六礼拜2天，大巨蛋计共有超过6万的球迷去看球，也毋过大巨蛋嘛发现讲有漏水电梯哦，电梯各种点问题。那你的议员是呼吁市政府应该得爱主动来调查，万雄公司嘛已经回信了，市长蒋万安表示讲会赶紧来检讨。日本职棒top8巨人来台交流赛，拜六连2天伫台北大巨蛋登场，初二可是迎来头一摆满场，超过3.7万名的观众入场应援写落历史。也毋过场内除了漏水、落小雨，入口动线表示无清人客人，手扶梯更加是停止运作，多项欠点引起纳入议员同齐批评，包含漏水、标示等等的细节，却完全没有监督好，这个简直是把脸丢到国外去。近期也应该要安排满载的压力测试，重新检讨整个配套措施。去年12月初，亚锦赛在大巨蛋举办比赛的时候，也发生过漏水的情形。而当时远雄给的理由就是管线结合不慎造成漏水哦，并且承诺会全面的盘查跟检查哦。那没想到过了3-4个月，到这一次巨人队来台的交流赛，还是发生多处漏水的情形。议员认为，事先无做满载压力测试，等到第2交流赛才头一摆满载，呼吁市府应该主动调查，毋是专项性远雄。小来罗小虎远雄回应，初步研判是空调负荷较重，造成管线接头泄漏，已经替受影响的民众换座会，佮表示失礼。因为管线接头问题嘛，所以受影响的人数大概就只有10个人呐，可能抱歉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后续我们大家会不断做检讨。台北大巨蛋它是一个 BOT 案，那远雄已经在进行后续的营运以及售票的活动。那台北市政府的角色就会持续的给予各项的协助，并且监督，而且会要求未来活动主办方以及远雄要落实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邱万安表示，接落来也会针对过去2天发生的欠点，调集法局处进行总检讨。北市体育局回应，初二比赛了后，随盘点欠点，要求主办单位远雄巨蛋公司随调整。比赛了后，也会累积不足的所在，加改善作为，提供予中华职棒代理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交通部公布去年高雄交通事故的统计哦，发生事故上侪前2名，拢是伫第一线高南公路的路口，发近未来的第7电园区。民众是真烦恼讲哦，未来园区完成，交通会愈恶化。交通局是表示讲哦，因会针对路口的事故来检讨，嘛已经有提出部分改善的办法咯。大货车的轮下下骹卡着机车，物件也甲四界拢是。这机车后壁人摔落来当场死亡。这件车祸是发生伫去年4月，新城区中正2路甲民族2路路口。交通部公布去年交通事故统计，高雄前10大肇事路口，第6到第10名拢是市区的路口，中正甲民族路口就伫咧第9名。照人啊，拢无抽水，迄个交通规则拢靠作用。民众认为车祸发生通常是用路人违规，得看到排行前5名，除了市区路口，第1甲第2名拢是甲高南公路交汇的路口，离未来的台积电园区真近。高南公路1003项，共发生车祸33件，62人受伤。高南公路水管路口共发生27件车祸，45人受伤。就不要我过来车啊，少年啊，我是带早人出来也开灭龙啊。民众讲，家己捌伫大专区互直行的机车弄着，车是透早非上班时段的高南公路，车流量也是真大。记者就伫咧现场看到直行的拖吊车，甲想要大转的机车差一点仔弄着。那我们已经布设了左转专用车道，并搭配左转的专用石像来解决
先前追撞还有违规左转的问题。高南公路2个路口离台积电设场的地点无远，民众烦恼园区动工了后，塞车顶状况会阁恶化。交通局强调会继续检讨改善。另外，南马溪三亚园区已经争取到串接国道1号的联络道，路线经过高南公路1003项，嘛会使减少当地交通压力。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看台南的桂林运动公园，市政府补助1100万来设一寡有特色的佚佗物仔。顶个月才打启用，也毋过最近就传出讲有囡仔着伤哦，头壳剃几啊针。区公所是表示讲哦，已经针对安全设备来做改善，嘛呼吁家长着爱注意小朋友的安全。这个八公尺悬的厝厝啊，内底阁有通互囡仔八悬八家，有真侪小朋友拢真爱来遮佚佗。毋过煞安装飞机，都有人的头壳去磕到内底管啊，受伤流血。当时他伤口很深，已经快到骨头了这样子，但是就发现陆续还是有人一直被撞到，我就觉得这个不讲真的不行，这样子没有任何的针对性。我单纯就是为了大家小孩的安全这样子。因为常常拢有发生囡仔去磕到管啊意外，桂林区公所是赶紧要求厂商，把所有的管啊拢用软珠啊包起来，避免有人搁再受伤。增加了一些防撞条，让小朋友比较不容易受伤。那我们也陆续增加了很多这一个警示标语，尤其在使用的时候不要去追逐跑跳这样。台南的桂林运动公园原本有2个巨型游具，因为无下现有的规范，市府特别搁开1100万打造新的特色游具，就是希望让无共年岁囡仔拢会当来遮佚佗，生了欢喜。是会跟他提醒说，叫他要小心什么之类的。看一下，他有可能那个地方是因为他们奔跑速度太快，所以没有注意到。今日正前连德运动公园的山坑啊，哪像去用弹碎玻璃占来物件，有家长建议讲爱增加安全设施，但市府嘛强调已经要求厂商检讨，嘛呼大众爱保守物件，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班机会哦，当个大开伫婚林后背145县道，就请真侪人来遮翕相哦。也毋过游客讲，这条班机会道甲旧年比起来，花是少真侪。县政府表示讲哦，是因为有民众定情，讲树枝大概规4格，所以才进行修正哦。即卖已经要求厂商先暂停，待花下了才去修正。伫婚林这条往回西里甲后尾145县道，目前车路边的班机花当日大开，未少游客特别来翕相做纪念。毋过有部分路段的班机花，我车路这边的树尾互人剪掉，看起来淡薄怪怪。觉得有点讶异的。以前我在拍的时候，马路这边也是很漂亮的，但是切过之后，马路这边就没有。但是觉得今天花况中间来看是比我往年来看是少了一些的。好啦，安尼做咧是较安全较好。好。嘿，人开车嘛较袂摔的。啊，无影爱危险嘛。班机花一般拢互人剪掉，有游客无法度认同这款做法。毋过附近的民众是真赞成。婚林县府交工局表示，过去伫咧开花期，常常有民众反映会落花落果，影响行车安全，才安排厂商修正。毋过这摆修正的时间是有较早。他也是稍微修剪一下而已，他没有修得很严重了。那我请他们不要再修了啦。他就是工作的排程的时候，刚好就排到这边哦。那个这一题他就把它稍微剪一下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厂商真的没有慎思好。交工局表示，目前已经通知厂商暂停修正，等到花期过再来整理，卖通知相关单位针对这个路段加强清理，希望让游客欣赏美景的时阵，卖当顾虑到用路人的安全。记者王伟雄婚林报道。真侪民众真爱爬山，之前捌传出讲台湾乌熊今日去山屋找食食咯。最近佮传出讲三级保育类的熊仔虎嘛出现伫山屋甲步道，甲爬山民众在食食拢抢走。林北市台东分署就呼吁民众哦，歹仔着爱顾好条，唔通互野生动物惯死食咱人的食物。海拔3000多公尺的嘉明乌山区，高山比较吸引真侪登山客来爬山。也毋过最近山友去嘉明乌的步道上，煞拄到2只熊仔虎，趁山友休困的时阵，拍开因的牌仔，要找物件食。刚放好的时候，旁边的背包就已经有黄喉貂跑过来要找东西吃，我就是稍微驱赶了一下，但是他就是应该是我走了之后，他应该是还是有回来了。
林波市台东分署表示，最近嘉明湖山湖管理员也发现枪仔虎弄伫山湖也是野地，家破山友的牌影，偷走食物的情况，呼吁山友伫步道休困也是住伫山湖，爱将食物包好，避免发出气味。晚上休息的时候，把食物包好，尤其是有气味的，然后再来把整个背包把它吊挂起来，不要就随意置地在地板上。其实，伫南淮公路开放专扫通车了后，就发现枪仔虎伫路边粪扫堆内找物件食。林波市台东分署表示，这款的情况会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能力，而且枪仔虎愈来愈向低海拔地区活动，呼吁去山区的民众看到野生动物爱离较远的，也爱减少提供人类食物的机会，避免人类甲野生动物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7日成功幼儿园的三角里分班，最近雄雄宣布讲要按113学年度开始停招，114学年度就要关起来咯。会协助囡仔转去附近的公立幼儿园，也毋过引起家长甲在地人的反弹。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讲这分班是这社区活动中心来做教室，无合相关的规定，所以无法度继续经营。几名家长来到幼稚园，面色悠悠真紧张，因为囡仔读的这间台中成功幼稚园三角分班，为今年113学年度就要停止招生。像如果再去别的地方，我们还要再重新抽签，那不一定抽到，然后我们还要再去找另外一个学区，又要找更远的。目前27个孩子，我们配置3个老师在这边。家长惊即马当咧读的囡仔受到快的受影响。当地里长表示，台中成功幼稚园伫三角里的三角分班，为1998年就伫活动中心收学生，到达已经26档，是当地唯一一间公立幼稚园，目前有27个学生。不过，风社讲为113学年度就要停止招生啊，114学年度收大了后，这寡囡仔都会刷去别间学校。不过，当地烦恼安尼生，家长若未负准备，嘛可能会造成人口流失。没有跟我们报告说为什么要撤掉这个托儿所，通通没有，就用这种野蛮的这个方法，把我们三角托儿所就把它毁掉。市府表示，因为目前三角分班用的教室和社区的活动中心公家，考虑到安全甲法规，才会想要甲囡仔换去别个所在读册。该分班1楼与社区活动中心共用，出入人员复杂，而且没有无障碍设施。市府表示，三角分班转去别间公立幼稚园，敢若差3分到5分钟的路，而且嘛有名额会当安置囡仔，袂影响受教权，才会安尼规划。嘛会甲家长加强沟通，甲影响降到上低。记者林建生、王良涛台中报道。来看咱台湾主办的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的比赛是亚洲规模上大的自由车比赛。今年要对70开始比，有来自41个国家的选手，24个队伍参加这场比赛嘛是争取巴黎奥运真重要的一场比赛。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是予国际自由车总会认证的赛事。今年2024年环台公路大赛参加的队伍有24队，选手来自41个国家，台湾也有6位选手组成国家队参加。其中国外的选手也真有实力，有6队2级别车队参赛，会使讲是今年的比赛才值得看。我们的24支里面有6支是2级车队，这个也是历年来最强而且最多的，其实后面都还有很多在补位2级的，包括一般的职业车队，还有国家队都很。今年国际自由车环台大赛为70开始，连续5天，头站是台北市，落南会经过5个城市，最后一站是高雄，中间也是输赢的关键。高雄路线是为佛光山来出发，总长要150公里，沿途会经过六股、旗山等区域，选手也当欣赏台湾的景致。大树、旗山、美浓、六股、架山，以及等下燕巢，我等下咱的这个市区，总共伫高雄有9区的这个范围，会当互这个选手沿途去看到咱高雄这真美丽的这个风光。文化局表示，今年也拄好是巴黎奥运，所以这场自由车环台的比赛是选手重要积分赛，也提醒民众，若是拄着管制，爱听现场沟通的指挥，除了袂影响选手，也会使替因加油赞声。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台南新华的山脚朝天宫保存传统的拍面送钢阵，伫咧跳送钢阵的时拢爱开面穿戏衫、穿草鞋，是真特别
庙方嘛正拍拼在传承，咱做伙来看卖。台南新怀山卡朝天宫到今已经有超过300档的历史，伫遮也保留特别的拍面宋江灯，遵照古礼穿戏衫、草鞋，也阁有开面来跳宋江灯。山卡的宋江灯，会使讲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包括这个穿草鞋，咱都唔敢甲改，会使讲呢，保持这个原汁甲原味。不过也因为当地人口减少，要造就要找人来跳宋江灯，这经费甲人力是愈来愈歹找。庙方拍拼咧招募大家来参与，大人囡仔隆重出动来跳宋江，上细汉的干那5岁。这小的部落咱过去要来集这个宋江灯离这个12年前，我就感觉讲这个相当有这个难度，嘛有可能性阮的妈祖婆。这个神威显赫，我这个上工人员、上工队，会使讲非常顺遂，安尼甲考起来安尼。庙方烦恼这项传统舞阵会安尼慢慢啊消失去，所以也向台南市府文化局申请将因的拍面宋江灯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希望会当来保存传统的舞阵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超过1/3的人口拢是印度人。伫首都阿布达比的附近，最近是开1亿的美金起一间印度教的庙寺。印度总理莫迪嘛趁去访问的是来主持落成典礼。阿拉伯联合大公国900万总人口当中，有350万是印度人，100万的阿拉伯人反倒也是少数。虽然过去数十年，阿联境内早到印度教神庙，毋过伫首都阿布达比，这片11公顷沙漠内底大型建筑，算是规个阿拉伯半岛第一个用传统工艺、用石头刻的印度庙。外层粉色的砂岩是印度拉加斯坦省内部的大理石是来自意大利。The beauty of this mandir is that it is carved out of different types of stone. So you'll see pink sandstone on the outside and marble on the inside. No two walls, no two ceilings, no two pillars are the same. And the beauty of all the carvings is that each of them has a message, a universal message that teaches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live together, work together, and respect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庙7个砂岩起的高塔象征阿联的7个酋长国，规个所在建筑完全无靠现代建筑的杠梁，是用亲像斗图共款的手法起的。透过雕刻所描绘神灵，除了印度神以外，也有伊斯兰甲其他古文明宗教。印度总理莫迪、阿联的政府官员，也有宝莱坞的名车拢斗阵共同见证这个印度海外社区宗教甲文化的新地标。I feel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course, the leadership of both countries is going to be not just a very unique moment for everybody to celebrate, but it just brings more confidence that, not just trade agreements, but even cultural exchange and spiritual, welcoming of ideas. It's something that all leadership should celebrate. 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愈来愈侪国家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来看南韩有一个人资乐团，成员平均是超过80岁因甲少年做事的经验，写做 rap 来表演是真有意思。咱做伙来听看卖。幼年汉囡仔坐几排，演出被阿嬷一开喙就是人之歌。每一个人拢穿垮裤、金丝质的金属配饰，也佫有皮肤帽啊、甲白头毛的带啊。念出连续押韵的歌词的时阵，身体也对咧震动，或者囡仔是真欢喜。 입으면 좋지. 그래 좀 젊어지는 거고 그자 늙었긴 늙어도 마음이 즐겁고 좋아 그래. 81岁保全生甲7个工会好朋友住伫上庆北道车国郡，平常时是做田，细汉散车无法度好好读册。这几年参加社区老人中心的韩语课，伊伫网络看到人之讲唱表演，真有兴趣，有同学组成乐团，户名叫做顺衣甲七公主，运用课程学的家己写歌、家己讲唱，创作内容也拢是阿嬷熟悉田内底代志。 고추밭에 고추 따고 오이밭에 오이 따고 가지밭에 가지 따고 호박밭에 호박 따고 수박밭에 수박 따고 집에 오니까 너무너무 행복해요. 우리가 빠지면 내비 아니지.
因的人质乐团成军无到一年，已经伫地方拍响名号，附近社区甲学校受侪邀请演出，也上电视。目前，美将团成员有100多人 ，YouTube 影音业绩的浏览次数也超过77000。查某孙也因为阿嬷名声得到好处。 보내면서 너네 할머니 아니냐면서 뭐 이런 식으로 얘기해가지고 되게 좀 감회가 새롭기도 하고 칠곡군에서 지금 제일 유명한 것 같거든요. 这几年，七国军人口大量外流，地方发展也停止，互保战线感觉真稀微。明年南韩要进入超高龄时代，顺义甲七公主为高龄生活态度建立典范。即马有4个老大人乐团宣布成立，希望带失智症甲独居老大人重回社会。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 华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小琉球游客百中，大会上济一天超过2万人登岛，加上全球暖化，珊瑚存无2成，全台湾上少。早期讲起来，伊只的迄个珊瑚的